子嘛，他刚不得了，你我这个非常重要。好了，我们是不到哪呀？你呢？在你那边呢？这个。好了，我嘞。没事，没事。我知道是的，不要提手机拿的没来。熊啥的？侄子了，侄子可是哪个侄子？哪个侄子？你这是不能侄子，这是根本也没有。这什么事的？